们好。同学们，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？这是融化的融，这是融合的融。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？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yingchi 融合的融字。同学们，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酥油。同学们，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，得到了什么呢？同学们，现在回答老师，哪个是茶，哪个是酥油？对的，这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，交往、交流、交融，紧紧地在一起。